真正嘅慈悲唔係留低永恆，而係甘願一次又一次咁去做一啲明知會失去嘅嘢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下董啟章嘅一本書，叫做《菩薩十八》。話說從前有一個人，佢喺夢入邊見過一座冰做嘅菩薩，佢用咗成世人，佢嘗試揾呢一座菩薩出嚟，攀山涉水，身邊嘅人都覺得佢好傻。喺其中一次嘅探險發生咗雪崩，佢同行嘅5個隊友全部都罹難，佢被一個陌生人救翻。醒翻嘅時候，居然就睇到同夢中一樣嘅冰菩薩，就放咗喺溪邊，太陽一出嚟就會融化。佢坐喺嗰度無能為力咁樣望住一冰菩薩由頭到腳慢慢咁樣溶解，佢忍唔住喊起上嚟。就喺呢個時候，遠處救咗佢一命蓬頭垢面嘅嗰個作冰人又再出現，佢推住木頭車慢慢行過嚟，車上邊係用乾草冚住嘅一塊新嘅冰。佢喺呢一刻先明白，冰菩薩從來唔係嗰一尊會融化嘅冰，而係嗰一個明知會化，仍然日復一日重新作冰嘅人。假如你心入邊都有一塊冰，無論點樣融化，你都唔捨得抌，或者呢一本書可以陪住你，等到下一塊冰嘅嚟臨。